你钢琴较俗了，较俗啊。我都只做一人间。我讲一下，那讲公益点，刚刚那讲的就是根本弄一讲的。不过还好啦，我两个弟弟都不错，现在都人家男女嘛，不过你弟弟嘛，看这个州，还没过完，中国就来等这样。下面好了。啊，即马股票有钱大股啊，老啊，较无钱。不知道在哪里，我现在我都拿在当主动去邀请你。